主后2022年7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着主无感觉见效。圣经，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1章1到18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来传上帝所应允，因为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话命。我写批互我所亲爱的囝提摩太，愿被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恩典、怜悯甲平安。我感谢我甲列祖同款，用清气的良心敬拜的上帝。我每日祈祷的时，少念你无煞。我想到离别的时，你伫流目屎，就真爱见你，通互我充满欢喜。我记得你有纯真的信心，这个信心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先有，我相信现在你嘛有。因为安尼，我提醒你，我甲你按手的时，上帝互你的恩赐，就互伊亲像火，搁倒起来。因为上帝互咱的，毋是惊吓的心灵，是快乐、仁爱甲自制的心灵。所以，为着咱的主做见证，毋通感觉见笑，嘛毋通因为我为着主做受犯来感觉见笑，着照上帝所赐的快乐，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受苦。上帝救咱，拣召咱做伊家己的子民，毋是根据咱的行为，是照伊家己的旨意甲恩典。这个恩典伫万世以前，通过基督耶稣赐予咱。这个恩典现在通过咱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，已经实现。基督已经毁灭死亡，搁通过福音将未败坏的活命显明出来。为了这个福音，上帝设立我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，所以我才伫受苦。总是我无感觉见笑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，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，直到迄个日。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，嘛通译做会保守我所交托伊的。着用你对我听到遐个健全的道理做模样，坚持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的信心甲仁爱。着固守通过踮伫咱内面的圣神交托互你的美好的信息。你知，伫亚细亚的人拢背叛我，其中有非基督甲翕摩基尼。愿主怜悯俄尼瑟弗一家的人，因为伊常常甲我鼓励，无因为我挂铁链感觉见笑。颠倒到罗马的时，拍拼找我找到着。愿主互伊伫迄个日得到怜悯，伊伫右手遐尼高服侍我，你真清楚。以上。为着主无感觉见笑。现代教育讲求疼的教育，无搁像过去用拍骂的方式来教育囡仔。所以学校老师为着要互学生有动力学习，还是搁较主动去完成一寡任务，就会用奖励卡来鼓励囡仔，透过累积奖励卡的方式培养囡仔的荣誉感。毋过，这种方式并袂当完全发挥鼓励作用，因为有的
囡仔会因为课业也是其他表现无够好，直到无容易得到奖励卡。就算老师无拍无骂遮个囡仔，还是会互因感觉家己比别人较差较歹，甚至有个囡仔会对家己个表现感觉见笑。天文台护士第1章保罗数次提到见笑，其中12节我犹原满怀确信。现代台语圣经译本译做我无感觉见笑。若详细阅读经文，这见笑甲保罗所受的苦难有关，特别是受关于伫监狱这件代志。保罗讲，所以为着咱的主做见证，毋通感觉见笑，因为伊常常甲我鼓励，无因为我挂铁链感觉见笑。可见，当时确实有人认为保罗正做受犯是真见笑的代志。伫保罗的时代，社会文化对荣辱甲见笑是相当看重的。台湾人也是安尼，譬如有一寡人厝呢的壁会挂匾仔，往往是外界表彰即个家庭某一个成员有甚物的贡献。伫第1世纪的罗马政府时代，也四界通见到类似的匾仔。比较无共的是，当时遐个匾仔通常是公民赠送互地方政府也是国家的。当时的社会风气的确鼓励人追求即款的荣誉，人会认为得到即种的荣誉是理所当然的。相反，一个人若无按照社会期待也是义务去做，就是一件见笑的代志。伫即种对荣誉和见笑极度敏感的社会，受关入监狱确实是一件真见笑的代志。就算伫现代，人因为所做的代志受关入监狱，对家己和亲友来看，也是极大的见笑。总是保罗并无掠受囚禁做见笑，其中上大的原因是，伊认为家己做囚犯是为着主的缘故。保罗讲，为着即个福音，上帝任命我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，所以我才得受苦。对安尼看，对即世代的基督徒来讲，若有甚物荣誉也是见笑，评断标准就在伫咱所做的是毋是因为信靠上帝，为着主的缘故伫做无。若是安尼，咱所做的就是荣耀上帝的代志。就算有一寡见笑，可能违背社会主流观点，却毋是互人见笑的代志，反倒转是为主做见证的代志。默想，我伫甚物代志顶面会感觉荣光？伫甚物代志会感觉见笑？这个代志是因为违背社会主流观点，也是袂当荣耀上帝的。我伫甚物代志顶面会感觉荣光？伫甚物代志会感觉见笑？这个代志是因为违背社会主流观点，也是袂当荣耀上帝的。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我是软弱的，因为我时常因为所做的代志违背社会主流观点，感觉见笑，煞无伫即件代志顶面追求你的旨意。求主互我清楚分辨，会通伫荣耀你的名的代志顶面感觉荣光，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